由銀河娛樂集團呈現非遺大師朱炳仁嘅銅上金彩喺澳門舉行藝術首展。銅自古被譽為吉金，承載東方千年長歲。本次展覽精選朱炳仁代表作68件，首次喺澳門集中展現佢多元而精彩嘅創作面貌。銅雕塑金馬進祠，鮮活靈動，氣韻非凡。銅上開花，環繞靜立如絲嘅孔雀，盡顯東方雅致美學。年年如意賓等國禮級銅器，睇光影喺銅面上靜靜流淌。仲有6米長白晉圖復刻廊細凝神作，透過呢一啲閃耀着吉金光芒嘅匠心之作，希望為澳門注入嶄新嘅藝術活力。一齊喺銅光流轉中共啟新歲，邁步感受，